要经典序部中所说的一切功德完全具足的一位上师，尤其是心相续中具有菩提心这一条件是必须具备的。总而言之，观察上师可以适于观察是否具有菩提心这一条件中。如果心相续中具有菩提心，从今以后不可能不承办弟子们今生和来世的一切利益。这位上师所成的正法也是与大乘道相关的，所以会领所有的弟子去入正道中。如果不具有菩提心，上师被私欲所牵，则不可能很好的调伏弟子的相续。所传的法无论多么甚深心有，最后也只能为了寻求现实的利益而已。因此说，观察上师的一切要点可以适于观察具不具有菩提心。如果自心相续中判免菩提心，则无论他的外表、装束等如何也应一致。若自相续中远离菩提心，即使表面上暂时的出离心、厌离心、专心修法以及为如法等如何善妙，也不应一致。但是对于那些自相续以隐秘形式而住的高僧大德们，我们这些凡夫无论怎样观察，也不能了知他们不共同的功德。还有一些狡诈欺狂者，利用招模作样骗人的善巧方便保充圣者，因此难以分清真假。这时依止自己生生世世有缘的上师非常重要，即仅仅见到上师或听到上师的语言，甚至只听到上师的尊名，也会诸生汗毛激素，激动万分，升起无比信心，心情骤然改变。这说明他是自己生生世世的上师，不需要观察也应依止。据说从前伦敦拉嘎上师告诉密勒日巴尊者说，你生生世世的上师是住在南方卓冷寺庙的圣者，大意是马尔巴，你应当前往。密勒日巴尊者仅仅听到马尔巴尊者的尊名时，不共信心，便油然而生。他暗自下定决心，纵于命难也一定要去拜见上师，并且受持上师的意行。后来其前去拜见上师的时候，马尔巴尊者以耕田农妇的形象来迎接密勒日巴尊者。在途中相见时，虽然密勒日巴尊者不认识上师，但当时自己今世的每日分别念全部当下便消失了，冷冷地站在那里。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也是因为过去跟现在的时代不一样。时代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众生的业力跟福报不一样，所以时代也是相跟着众生的福报跟业力而改变的。那么所谓的福报跟业力这来说的话，就相当所谓的福报也是有分怎么说呢？那个时间的福报，以及我们能够可以解脱的这种佛法的怎么说呢？殊胜的福报，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只有些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时间的福报那这也并不代表就是说能够可以这个时候的所有的人都是会成佛的。
所以就是我们看在外表物质的条件跟内心的这种善的这种怎么说呢，跟分别念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物质的条件再好，那就是内心众生内心的贪欲跟那种贪性跟欲望就是会越来越多，那么并不是什么好的时候。所以这种时候呢，就是我们具有那种福报的弟子，能够可以遇到就是有成就的上师，这些来说的话也是非常难的。但是如果是遇到了，像比如说这一次当中呢，就是有缘的上师遇到了，然后呢，就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上师，我应该要就是拜他为师，有这种的想法的话，这也是说明就是有缘，可以这么讲。就像前面弥勒里巴尊者听到就是马尔巴尊者的那个怎么说呢法门的时候呢，他就有那样的一个从内心当中的感动的那种，那肯定也是不容易能够可以收到的。现代的很多众生来说的话，那可能说就有些少许的众生是会有的。但不管是你什么样子的感觉你拜见了以后呢，就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就是非常辛苦的。弥勒里巴尊者在拜马尔巴达尊者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辛苦，而且他也是放弃过一两次，也是又怎么说呢，返回来一直上师，后来在那个才得到佛法，得到窍诀以后，就弥勒里巴尊者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么的怎么说呢，那个精进的人，然后呢前面呢就是为了一直上师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刚刚前面所讲的，他就是纵有命难也是必须得要去医治这个上师，他想到的事情也是做的过程当中也是完完全全有做到的。他就是私下就是暗中就是发了这个愿，但是他在做的过程当中，虽然当初发了这样的愿，但是做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做得到，那是不对嘛。但是他做到，但是也是他上师给他传法灌顶的时候，他也是面见了本尊等等各种各样殊胜的因缘。但是他最后得到所有的法以后，才是山上闭关的所有的苦修还是在后面。所以呢，就是这些所有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一样的知道，只要遇到有缘的上师也没有用因为众生的烦恼是会重重的，就是内心也是会有很多种的变化。所以今天有信心，明天没有信心，今天很想修，明天很不想修，等等各种各样的变化之中呢，我们要有就是六度波罗蜜当中所讲的精进、忍辱然后智慧、禅定等等，全部都必须得要具备的然后那个怎么说呢，持戒跟智慧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就尤其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六度波罗蜜当中的这个布施、精进、持戒、忍辱禅定智慧，所有的里面呢，就是精进心是非常重要，而且是禅定非常重要。所谓禅定呢，就是在有各种的方面去看，因为一个人定心，然后就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你当初的那个发下的誓愿不会有任何的动摇，那也是一个禅定。然后呢，就是在修持的过程当中，真正的禅定也是禅定嘛。但是这个精进心是非常重要，没有精进心的，没有忍辱的心，那怎么都修不好的。哎呀，到哪里啊？总的来说，哎呀，好。对于上师的看法，你也与自己内心亲近于佛以及业力有关，所以为自己传述正法窍诀的恩师，无论行为如何，应当不离真佛之想。如果自己没有受缘，则无有值遇贤善上师的机会。若自己内心不清净，
至于真佛也不会见起功德。因此至于自己数十数个恩德的上师非常重要。在一直上师的过程中，何时何地都应当什么？不顾寒热、饥渴等一切困难，依照上师的言教行持，诚心诚意恭敬祈祷。自己正式的一切所作所为也应请示上师，上师如何吩咐就如何去做，以我以为明智的诚挚信心依止上师。好，那今天就先这里好了，时间也到了，然后好，看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啊。今天的课里面今天几号啊？今天3月6号。好。哎呀。好。那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就一起回想啊。今天所传法跟听课的所有一切的功德，以及30一切功德，并在一起回向于一切众生。愿一切高深大德成就主持，法门常转。愿所有一切的众生早日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早日获得圆满正等觉佛的果位。所能得有当前这个牛多年你个这脑当学进学个难去万之法，是不做人这个娘巴巴尔就自然前巴当看的中国太阳太阳。太多感觉即是大热情，给我的当前，让得我就算没学不教我当前节我空然就得我把地道给我在完的，龙不学学的我就都得几个那个给我的到了真的像我爸妈东山些去个拉马路吧。当时几不多节帮助当就是日吧有不嘛那当眼看所教养当外的下着随个等着马路，要是得上去啥啦我吧Marme dan jama sarva chavar dan malama lok dan jandar duyi chunan te dar dai Tuman daya dan je zikra nya dane nipa dana pa je jin个南就完了这个呀，日本做人这广州啊。